你哋要嘅 CLS 嚟啦，有柏林之星，有360度環車影像，有全 LED 大燈，冇無時進入。你下下要掹條匙出嚟，再做呢件事呢，所以車主都意識到條匙真係好重要。一睇就係男車主啦，係嘛？邊有咁多少婦一手啊？22年最後一個月上牌嘅 CLS 300動感，2萬鬆啲公里，一手車，全車原漆，份保險記錄空白嘅，門呢度有啲咁嘅好精緻嘅鍍鑰，Benz 所有無框車門嘅轎炮或者跑車車系嘅特徵。尾期嘅 CLS 就係2隻最新款嘅 MBUX 大連屏可以觸控嘅，你可以話呢堂太變醜咗，但係佢叫做電容式感應方向盤，亦即係話你開住自適應巡航嘅時候，你隻手只要同個方向盤發生接觸，佢就識別到你係揸緊方向盤嘅。CLS 必定標配嘅渦輪出風口，如果係舊款 C 仔啊、E 仔嗰啲咧，就唔使講嘢，一定後裝噶啦。發票都56萬幾嘅車，其實 Benz 好多都係低開票，因為佢精品錢係減咗出嚟。呢架車落地到手當時應該使咗64萬幾。E300 同款嘅 2.0 高功機器250幾匹，咁啊其實同啲同年款嘅 E300 咧就差個3幾萬蚊嘅啫，但係當其時新車差10幾萬嘅，揾緊啲 CLS， 當年又預算有限嘅老友，咁可以睇睇呢部啦。